先就座好，我哋要預備心靈安靜片刻，等候崇拜嘅開始。10月19號主日崇拜正式開始，歡迎大家嚟到上水浸信會。請各位站立。我哋低頭禱告。親愛嘅天父，感謝你賜我哋生命氣息。你係我哋嘅磐石、山寨、高台，又係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要依靠你嘅。求你潔淨我哋嘅心啊，等我哋都能夠坦然無懼咁嚟到你嘅施恩寶座前邊，向你禱告，向你祈求，向你讚美。可能我哋嘅生活上邊都會遇到挑戰、困難，甚或係唔開心。求神堅固我哋嘅心，醫治我哋嘅身體同埋心靈，等我哋能夠聽到你嘅話語，用你嘅話語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唔止係我哋，只係我哋認識你啊！更加讓我哋咧，使北區嘅鄰舍都係一齊嚟認識你，都嚟跟從你。我哋要將一切嘅頌讚、榮耀都歸俾父神。以下整堂嘅崇拜都交喺你手中，求你悅納，求你與我哋同在。以上嘅禱告交託係奉我哋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誠心所願。係再次同大家講一聲早晨啊！歡迎大家，咁亦都希望大家同左右隔離打個招呼啦，講一聲耶穌愛你。早晨，早晨，耶穌愛你。係一陣間敬拜嘅時候有奉獻嘅時間，而家我哋一齊嚟唱詩讚美神。請鐘偉華執事同敬拜隊一齊帶領大家。我哋而家要將神當得嘅榮耀，我哋一齊歸過俾佢。我哋用詩篇96篇作為我哋嘅開始，我一齊嚟讀。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嘅讚美。願神呢嘅靈充滿我嘅內心，叫我哋呢從心底發出讚美。耶和華喜樂靈，耶和華喜樂靈，現在來充滿我，使我靈唱出喜樂讚美的詩歌。我的口若不發出喜樂的聲音，全要興起石頭來讚美耶和華。耶和華喜樂靈，現在來充滿我，使我靈唱出喜樂讚美的詩歌。我的口若不發出喜樂的聲音，全要興起石頭來讚美，讓讚美，讓讚美的旋律充滿在我的心，像大衛跳舞彈琴讚美主聖名。我的心，我的靈，你要開口來讚美，喜樂又已高活在我身上。請姊妹，耶和華喜樂靈，現在來充滿我，使我靈唱出喜樂讚美的詩歌。我的口若不發出喜樂的聲音，主要興起石頭來讚美，讓讚美，讓讚美。
旋律充滿在我的心，長大為跳舞彈琴讚美主聖名。我的心，我的靈，你要開口來讚美，喜樂有依降活在我身上。請弟兄，耶和華喜樂靈現在來充滿我，是我靈唱出喜樂讚美的詩歌。我的口若不發出喜樂的聲音，主要興起石頭來讚美，一齊讚美，讓讚美的旋律充滿在我的心，長大為跳舞彈琴讚美主聖名。我的心，我的靈，你要開口來讚美，喜樂有依降活在我身上，讓讚美的旋律充滿在我的心，長大為跳舞彈琴讚美主聖名。我的心，我的靈，你要開口來讚美，喜樂有依降活在我身上。用掌聲歸榮耀俾神，因為神係配得我哋敬拜歌頌嘅嗰位。主啊，因你嘅聖名，我哋要聚集一齊去歌頌敬拜。耶穌，耶穌，因你聖名，我們敬拜，跪下在你面前來敬拜。耶穌，因你聖名，我們敬拜，也承認你是主。耶穌是主，耶穌是主，懇求聖靈賜教我，耶穌基督是主。先請弟兄啊，耶穌因你聖名，我們敬拜，跪下在你面前來敬拜。耶穌因你聖名，我們敬拜，也承認你是主。一齊歌頌。耶穌是主，耶穌是主，懇求聖靈賜教我，耶穌基督是主。請姊妹，耶穌因你聖名，我們敬拜，跪下在你面前來敬拜。耶穌因你聖名，我們敬拜，也承認你是主。耶穌是主，耶穌是主，耶穌是主，懇求聖靈賜教我，耶穌基督是主。我一齊宣認耶穌是主，耶穌是主，耶穌是主，懇求聖靈賜教我，耶穌基督是主。各位請坐，我哋一齊去祈禱。
主啊，你嘅聖靈指教我哋，叫我哋能夠認清敬拜嘅目標，叫我哋嘅目光投向你，因為你係嗰位創始成終嘅神，你嗰位愛我哋愛到底嘅神，你嗰位帶我哋出黑暗入奇妙嘅嗰位光明者。你自己嘅愛叫我哋脫離黑暗嘅權勢，將我哋遷到你愛子嘅國裏面，叫我哋嘅罪因你流出嘅寶血得着赦免。你嘅恩典喺十字架流嘅寶血成就咗和平，叫萬有都同你和好。從前我哋係與你隔絕嘅，因着我哋嘅罪，心裏與你為敵嘅。但主，你冇離棄我哋，藉着基督你肉身嘅死，叫我哋能夠與你和好，成為聖潔，亦都感恩，讓我哋喺呢度可以一齊聚集，一齊去歌頌你。神啊，你嘅愛，你嘅恩典係如此嘅大，我哋要從心底發出讚美，要將榮耀完完全全歸俾你。你寶貴十架成就嘅救恩，係你同我哋所立嘅約，你嘅愛永遠不會改變。主啊，我哋感恩，將我哋嘅祈禱交託，奉主耶穌你得勝名字祈求，誠心所願。我哋懷着感恩嘅心去唱呢首詩歌。主耶穌，我感謝你，你的身體為我而生，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主耶穌，我感謝你，你的寶血為我而流，寶貴是家鄉，醫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寶貴是家的大能，賜我生命。主耶穌，我夫婦敬拜你。寶貴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約，你的愛永遠不會改變。主耶穌，我感謝你，你的身體為我而生，帶我出黑暗，進入光明國度，使我再次能看見。主耶穌，我感謝你，你的寶血為我而流，寶貴是家鄉，醫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寶貴是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穌，我夫婦敬拜你。寶貴是家的救恩，
你所立的約，你的愛永遠不會改變。寶貴是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穌，我夫婦敬拜你。寶貴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約，你的愛永遠不會改變。寶貴是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穌，我夫婦敬拜你。寶貴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約，你的愛不改變。我一齊去禱告。主，我哋感謝你，係你十字架成就嘅救恩，叫我哋得着赦免，得着潔淨。你賜俾我哋新嘅生命，一個新屬於你嘅生命。最後或許我哋喺我哋生活中有面對唔同嘅困難，叫我哋再次思想十字架嘅救恩。你係如此咁愛我哋，你嘅愛可以激勵我哋向前行。你教導我哋，信就係所望之事嘅實底，係未見之事嘅確據。主啊，叫我哋就懷着信心去仰望呢位為我哋創始成終嘅耶穌。你係嗰位輕看羞辱、忍受十字架苦難嘅耶穌。主啊，叫我哋憑着信心去過每一日嘅生活，懷着你嘅愛，懷着你嘅恩典，亦都將呢份愛去流露喺俾我哋身邊嘅人。主啊，亦都教導我哋學習奉獻嘅功課。你係用重價去買贖我哋，叫我哋懂得去回報你自己嘅恩典，叫我哋將身心都呈獻，叫我哋被你去用。主啊，多謝你。最後一息間，我哋都會有一齊去奉獻金錢嘅時間，我哋都懷着感恩嘅心去獻呈當納嘅金錢。求主去悅納，求主垂聽我哋禱告，禱告奉主耶穌你的聖名之祈求，誠心所願。我哋呢一刻都懷着信心一齊咧去將奉獻去獻呈俾神。先請咧幫手收獻金嘅弟兄姊妹先到台前。我哋有有紅袋嘅主日獻金啦，綠袋嘅慈惠獻金，作為對神愛嘅回應。呢刻我哋都一齊唱一首詩歌《因着信》，裏面有好多信心嘅功課，好多信心嘅偉人去示範乜嘢叫信心。我一齊咧去用呢首詩歌去回應。憑信他離別唔易，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或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潮浪也分開。
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變倒塌下來。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裏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憑信他離別唔易，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人全力找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憑信他限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城牆變倒塌下來。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裏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感謝神。好，唔該晒華哥。今日呢係由本會嘅傳道吳幸坤傳道證道，講題係世代傳承，生生不息，完成使命。經文呢係記載喺提摩太後書嘅2章2節。咁啊，只有1節啫，咁啊，但我哋大家一齊讀出，1、2、3。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好，經文讀畢。請姑娘。弟兄姊妹，主內平安。好中意呢一首咧，因着信嘅呢一首詩歌。點解呢？因為彷彿咧唱咗呢一首歌，讓我哋認識好多聖經嘅人物啊！如果你想咧了解多啲究竟佢講緊係邊一個呢？睇聖經啦。同埋我哋其實都係有福㗎，因為咧喺聖經裏邊咁樣講，佢咧雖然就係同以色列人講嘅，但係其實都係同我哋每一個相信主嘅人講嘅，就係咧邊一個嘅民族能夠可以好似我哋信耶穌嘅人，可以咧係有一本聖經。讓我哋去認識我哋嘅神，亦都去引導住我哋嘅生命點樣去走嘅時候，能夠合神心意，以致我哋能夠得着神俾我哋大大嘅祝福呢。喺聆聽神話語之前，讓我哋同心禱告。我哋阿爸天父，我哋實在去感謝你，多謝你，好多謝你俾我哋喺昔日裏邊，或者喺今日當中，
我哋能夠可以與你相遇，我哋能夠可以咧歸順於你，以至今日我哋能夠去嚟到神你嘅家、你嘅殿當中，可以一同嘅去敬拜讚美你，亦都可以咧得聽你寶貴嘅教導。願你咧開啟我哋嘅心，讓我哋能夠承載你嘅恩言，又賜俾我哋有智慧聰明，讓我哋能夠去明白，亦都能夠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去踐行，以至我哋能夠係因着踐行你嘅教導，而得着咧神你俾我哋喺生命當中寶貴嘅祝福。願你喺當中與我哋同在，垂聽我哋同心嘅禱告，奉耶穌你嘅名字祈求，誠心所願。唔知大家覺得我忙唔忙碌嘅呢？太多人岌頭啦！雖然咧喺忙碌嘅裏邊，但係因為咧科技先進咧，所以我咧都有機會睇電視嘅。咁唔知你有冇睇呢一個節目咧？哇！冇啊！即係阿峰啊，大個交叉係咪？係有冇睇都唔緊要，等我話俾你聽。最近咧我咧睇呢一個嘅即係電視節目啦，咁咧就係啦，冇錯啦。呢一個節目係講啲咩嘅咧？就係咧佢咧結集咗咧香港唔同背景嘅美食匠人嘅一個節目。當中咧佢包括咗會有星級嘅食府嘅大廚啦，亦都有咧老字號一啲靈魂嘅人物啦，又或者喺網紅店裏邊呢一啲嘅主人，所謂主即係煮食嘅主嚇，亦都咧係有啲隱世小店一啲嘅即係掌廚啦。咁咧喺呢個節目裏邊如果你有睇嘅，唔知你最深刻係咩嘅片段呢？我有睇嘅，喺當中咧，我覺得最深刻。而我聽得最多主持人講嘅呢，就係兩個字：傳承。記得咧喺其中一集裏邊呢，就講到呢，我哋咧烹調佳肴呢都唔少得一啲嘅嘢嘅。冇咗佢呢，我諗就算幾好嘅食材呢，都可能會好失色啊！就係佢啲嘅醬料。嗰集咧係講到咧，即係一啲嘅醬料啦。咁咧被訪者咧就係咧醬園嘅第4代傳人。咁咧佢就接手咧家族嘅心血啦，並且咧係加入咗自己嘅一啲嘅新嘅一啲嘅構思啦。節目咧結束嘅時候，主持人係咁樣講嘅：佢話一個醬園咧承載住4代人嘅心血，喺家族嘅傳統基礎上邊，再加入自己嘅新思維，就做出新口味。呢一個先係真正傳承嘅意義。其實我哋喺傳福音嘅使命上面都係一樣嘅喎。從主耶穌咧佢嘅榜樣啦，到佢咧喺升天之前咧所頒佈俾我哋嘅大使命啦，都好明確嘅去教導我哋福音嘅使命咧係必須要代代相傳咁樣去持續不息嘅。而喺事實上面咧，主耶穌佢喺升天之後。佢用咗3年半嘅時間所培訓嘅、所培育嘅嗰12個門徒，除咗猶大之外，其實其他嘅門徒咧，佢都好忠心嘅去承擔起咧傳揚福音啦，去建立教會呢一個嘅使命。特別咧係喺大馬色路上，佢親自呼召咗邊一個啊？係當時係掃羅，跟住之後改咗名叫保羅啦。係啦，佢親自呼召嘅保羅咧，更加將到主耶穌咧佢所提出門徒倍增呢一個嘅策略咧，係付諸實踐啊！不斷嘅去培育門徒啦，去建立咧領袖，將福音咧係廣傳去到咧唔同嘅地方。今日咧我哋所睇嘅經文就係提摩太後書2章2節啦。頭先大家都同主席一齊讀咗，正正咧就係保羅咧對屬靈嘅兒子提摩太發出一個嘅挑戰。我哋咧呢個挑戰我哋都一齊讀，因為佢對提摩太發出挑戰，同樣對我哋都發出挑戰。我哋一齊讀提摩太後書2章2節，我哋一齊讀。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你的，也要學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係咯，呢節嘅經文咧好清楚啊，即係好清楚咧，佢指出咧喺屬靈嘅領袖一個嘅責任上面咧，我哋唔單止自己咧要持守呢個真理，更加要培育下一代係作為去成為領袖。考下大家，今日有好多嘢問大家嘅。上個主日咧，牧師咧佢講咗邊一個人物咧？
咁醒目嘅，好叻喎嚇！冇錯啦。上個主日咧，牧師咧就係講咗巴拿巴培育保羅，係咪？今日咧，我哋咧會講到嘅就係保羅培育提摩太。哇，好清楚一個嘅畫面，同埋咧好清楚係一個延續性啊！就係有一條咧屬靈傳承嘅鏈喺當中。點樣傳法咧？巴拿巴去培育保羅，保羅去培育提摩太，提摩太去培育忠心能教導別人嘅人，一個嘅屬靈嘅鏈。而呢一個咧，一個屬靈嘅鏈跨咗幾多代啊？數下佢，箭嘴係3個，但係其實係4代，係咪？係啦，呢度咧橫跨咗4代嘅屬靈託付啊，亦都係一幅咧門徒延續嘅一幅圖畫嚟㗎。嗱，經文佢講到交託，究竟交託意味住咩嘅意思呢？交託其實係有託付嘅意思，就係話咧將事情去交俾某個人，相信佢咧能夠係為到事情咧妥善嘅去持守，並且能夠可以咧傳俾其他人嘅。即係話咧呢一個意味住咧唔單止係一個咧知識嘅傳遞，更加係一份咧信任同埋委託嚟嘅。正正咧就表明咗所傳講嘅真理咧係帶有屬靈嘅權威同埋佢嘅價值，係值得被持守、被傳承嘅。咁點樣嘅人咧先能夠可以咧去承接呢一個咁樣嘅託付咧？咩人可以承接啊？經文有提我哋嘅，好聰明啊！我哋一齊讀邊啲人可以咧承接呢個託付？紅色嘅，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冇錯啦，係要交託俾嗰啲忠心能教導別人嘅人。喺當中咧，讓我哋去睇到、去了解到，佢提出咗喺你就算要承擔呢一個嘅託付嘅人咧，都有啲條件嘅喎，唔係阿豬阿狗都可以嘅喎。有2個嘅條件，第一個就係呢一個人能夠係忠心嘅，即係話指到咧佢咧嘅品格可靠啦，對神同埋真理咧係要持守嘅，要堅定嘅人。第2個要求或者條件咧就係能夠教導，即係話咧係唔單止自己能夠明白，更加能夠有能力咧去引導人啦，係具備咗一個屬靈成熟同埋咧表達嘅恩賜嘅人。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我哋咧蒙召唔單止咧係領人去歸信耶穌，更加咧要培育佢哋，去栽培佢哋，去訓練佢哋成為主耶穌嘅門徒。門徒呢個字，呢個嘅名詞，我哋成日都聽嗬。咩叫做門徒呢？有冇諗過啊？門徒可以教導人嘅門徒。門徒咧就唔係可以教導人，而係被教導。因為門徒咧其實咧就係講緊學生啊。作為咧耶穌嘅門徒，即係作為耶穌嘅學生咧，我哋係要願意去跟從主耶穌，去學習主耶穌嘅樣式，亦都咧係活出主耶穌嘅生命嘅人。呢個就係主耶穌嘅門徒，亦都係主耶穌嘅學生。嗱，咁快出咗嚟嚇！喺呢個路加福音9章23節，佢點樣講啊？我哋一齊讀啊！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所謂咧捨己，就要放低我哋嘅自我中心，拋開我哋嘅私慾同埋我哋嘅驕傲，天天背起十字架。就係代表住咧，呢個唔係一次性喎，唔係咧一次半次我決定咧要背起十字架，唔係，而係每一日你嘅選擇，每一日你都選擇要背起耶穌嘅十字架，同埋咧係一個操練嚟㗎。跟從我，就係咧意味住我哋咧去要效法耶穌基督嘅生命，並且咧承接佢嘅使命。綜合嚟講，捨己同埋咧天天背十字架嘅意思係同我哋講緊下，每一日我哋選擇唔再以自我為中心，而係讓基督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去居首位。
即係話我哋要做一個以基督為中心嘅一個生命，而以基督為中心嘅一個生命，佢會有啲乜嘢具體嘅表現嘅呢？一個咧以基督為中心嘅生命，最少有以下5方面具體嘅表現。第一個嘅具體表現，聽道行道嘅，喺約翰福音8章31節點樣講？我哋一齊讀：你們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真正嘅門徒唔單止係聽道啊，更加係願意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咧去實踐真道嘅人。再問多次，印度嘅國父係邊一個呢？哇！呢一堂多啲人識喎嚇，係真係非常之好啊！係啦，印度嘅國父甘地，佢曾經咧講過一番咧好快人心醒嘅説話，希望咧唔係同我哋講，佢係咁樣講：佢話我好中意你哋呢位基督，但我唔中意你哋啲基督徒。你哋嘅基督徒咧一啲都唔似你嘅基督。希望唔係同我哋講。點解甘地會咁樣講嘅呢？因為咧佢被耶穌嗰個嘅教導咧深深吸引住，特別係咧馬太福音第5至到第7章呢個登山寶訓非常之吸引佢。其中咧佢好吸引佢嘅係當中佢教導所傳揚嘅愛啦、謙卑啦同埋犧牲嘅精神，好深嘅。去影響到佢嗰個非暴力嘅哲學啦，同埋咧人權嘅運動。甘地咧每一日嘅朝頭早咧，佢都會以登山寶訓嘅內容咧作為佢靈修嘅內容。但係咧佢卻係觀察到啊，有好多基督徒雖然咧佢口係認耶穌係佢嘅基督啦，但係咧生活裏邊咧完全冇真正嘅係活出咧基督嘅樣式。甘地咧，佢甚至乎認為啊，如果基督徒能夠可以真正嘅、真實地去活出咧聖經嘅教導，佢話咧，所有嘅印度人今日都可以成為基督徒。不過好可惜，佢喺咧南非嘅時候咧，曾經咧遭受到一啲咧自稱係基督徒嘅人咧，去對佢有歧視咯，有唔公平嘅對待咯。呢個亦都成為咗佢唔願意受浸嘅其中一個原因。甘地咧，佢一生人咧，佢持守住一個嘅信念。個信念係點呢？佢話咧，我嘅生活就係我嘅信息。佢相信真正嘅信仰咧，必須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咧體現出嚟嘅，而唔係只係停留喺一個言語啊，或者係一個嘅儀式呢啲嘅層面上邊。甘地呢個嘅信念咧，令我諗翻起我哋喺好多年前啊，仲喺舊堂即係新落街嘅時候咧。我哋教會某一年咧有一個嘅主題嘅，如果咧我講嘅時候，你話我都記得嘅時候，你岌下頭或者我都記得啊。個主題係咁樣講：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知你記唔記得咧？而家睇嚟早堂嘅人記得多啲喎嚇。的確喎，我哋要將我哋嘅信仰咧融入喺我哋嘅生活裏邊，讓神佢成為我哋嘅生命。而唔係咧將信仰同埋我哋嘅生活分開佢，以至咧令我哋咧有產生一種所謂嘅星期六日嘅基督徒。而家當然啦嚇，可能唔同嘅時候都要返教會啦嚇，因為配合唔同嘅人，可能要輪班咧，可能未必係星期六日先返教會。但係咧就會有嗰種就係你喺教會係一個人，你喺外邊係另一個人。其實佢意思係咁樣，希望我哋都唔係成為咧星期六日嘅基督徒。唔知咧，你聽到甘地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歷史，俾到我哋有咩嘅提醒呢？我哋喺傳福音嘅時候咧，唔單止係靠把口去講啊，最有力嘅其實係靠我哋嘅生命嘅見證。特別係我哋向我哋嘅家人啦，或者我哋好熟悉嘅親友，佢好清楚你，好了解你，佢同你一齊生活㗎。所以你話耶穌好好。但係你嘅生活見證或者生命見證呢，佢唔能夠體會到耶穌嘅時候呢，佢真係唔能夠認同你嘅耶穌係好好。所以呢，我哋真係要留意下自己。所以我哋要活出嘅係基督嘅樣式，比起我哋呢宣稱自己係個基督徒呢，係更加重要。耶穌點解咁吸引啊？
點解咁吸引你啊？係因為耶穌佢係講愛，佢愛到一個地步係犧牲，而唔係一個宗教一個外表嘅儀式。佢唔係呢一種，佢係好愛我哋，以至吸引我哋嚟去相信佢。希望咧，我哋都唔係單止係聽道，而我哋係要行道噶。唔單止係認識基督啊，我哋更加要活出基督，讓我哋咧嘅見證能夠可以咧成為呢個世界裏邊真實嘅光同埋鹽。因為你能夠去照亮到呢個世界嘅人，佢哋唔認識耶穌，但係佢哋能夠從你哋身上可以睇到耶穌，呢個係非常之重要。而呢一個以基督為中心嘅生命，第二個好重要嘅亦都好具體嘅一個表現係啲咩呢？不住禱告。耶穌咧曾經咁樣去應許我哋喺約翰福音15章7節，我哋一齊讀：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呢一段嘅經文睇唔睇到佢核心係啲咩？係咪淨係單純叫我哋禱告啊？當然唔係啦。呢一段經文嘅核心係在於連結啊！我哋要先呢喺耶穌裏邊，然後讓佢嘅説話喺我哋嘅心裏邊去紮根。當神嘅説話塑造咗我哋嘅思想，塑造咗我哋嘅價值觀，塑造咗我哋嘅渴望嘅時候呢，我哋嘅禱告好自然呢就會越嚟越貼近神嘅心意。而咁樣嘅禱告，唔單止咧係向神咧去發出一張願望嘅清單。好多時候我哋發現咧，我哋嘅祈禱其實有5大元素，但我哋嘅祈求咧係特別重嘅個比例，係咪啊？希望咧我哋嘅禱告係貼近神嘅心意，唔係單單咧向神咧去發出一張咧好長嘅一張嘅即係願望嘅清單，而係能夠去建立喺咧親密關係裏邊一個同神之間深度嘅交流。希望大家喺呢個禱告嘅生活裏邊，能夠可以建立同神一個深度嘅交流。而講到祈禱呢一個嘅生命，真係唔可以唔提呢一個人。呢一個人呢係耶穌嘅親戚嚟嘅，係佢嘅兄弟雅各。喺新約裏邊呢，雅各佢因着咧好堅定嘅信心呢，而被稱為教會嘅柱石。佢亦都咧寫咗雅各書。雅各書裏邊咧有一句嘅金句咧，相信大家好熟悉。佢話咧，信心如果冇咗行為係點嘅咧？冇錯，大家都好清楚。信心如果冇咗行為係死嘅。而佢自己嘅生命咧，正正就係咧禱告冇咗行動，亦都係空嘅一個好即係最佳一個寫照。歷史係咁樣記載，你可以翻查翻。歷史記載咧，雅各係一個拿細耳人啦，因為佢咧經常跪地去祈禱親近神。當你咧經常性去對一個嘅身體部分去即係重壓佢去磨損佢，佢會點樣啊？會加厚係咪啊？啲皮係咪？咁所以咧，當雅各經常性跪地去祈禱嘅時候咧，佢嗰2個膝頭哥嘅皮咧，就好似咧駱駝皮咁樣，係好堅硬。雅各咧呢個跪地嘅祈禱咧，令我諗翻起咧上個主日。我唔知你記唔記得上個主日咧，我哋咧5堂崇拜之後發生咩事？係冇錯啦，祈禱會啊，係咪啊？你有冇參加？非常之好啊！有參加非常之好啊，冇咧下次就要參加啦嚇。係啊，上個主日咧係我哋全教會嘅祈禱會啊。喺呢一個嘅全教會祈禱會裏邊呢，有一幕咧令我覺得非常之感動，可能大家未必睇到，就係咧鍾愛華執事即係華哥啦。佢咧帶領我哋有一部分嘅時間咧，就係佢為到即係帶住我哋咧為我哋嘅執事們咧去祈禱嘅。咁因為我係當日嘅主持人啦，咁當然啦，我要落去下一個嘅部分咧，就未到誠心所願，我就開咗眼睛啦嚇。咁咧，當我打開眼嘅時候咧，我睇到華哥咧係跪喺地下去祈禱。我當時有2個反應。第一咧，我係覺得好驚訝，因為我冇諗過嘛，
我冇諗過跪喺度祈禱，即係帶住祈禱係正常嘅。但係跪喺度祈禱呢，我只會喺我自己屋企睇到自己跪喺度祈禱，但係我都唔會喺人前咧去跪低祈禱。所以我覺得好感動。二嚟呢，我係覺得好體會到呢一個祈禱者，佢對主嗰種嘅降服同埋好誠心。呢個亦都係我感動嘅地方。希望咧，我哋都珍惜我哋個人嘅私禱，同埋咧教會每一個嘅祈禱會，或者係一啲教會性嘅祈禱。所以我今日其實唔係幾開心，因為咧我今朝早咧要預備講道咧，冇參加早禱會。我其實都想盡趕㗎啦，但係趕唔切。咁所以我覺得唔係幾開心。我盡量咧自己咧都會喺教會任何嘅祈禱會咧，我都會參與。雖然咧星期五咧，保羅牧師話：你唔好參加星期五晚嘅祈禱會啦，好好嘅準備講章啦咁樣。但係我覺得我好想去參與呢個祈禱會，去作一個榜樣，亦都祈禱對我哋嚟講係好重要。無論係雅各定係華哥都好啦，特別係雅各啦。正正咧呢一種嘅堅持不懈咧，就係同神咧去建立一個咧親密關係嘅禱告生活啊，讓到咧佢嘅靈性咧嗰個生命係能夠達到高峰，成為咧初代教會一個咧好有影響力嘅一個領袖。而呢一個咧亦都俾到我哋咧係帶嚟一個好深嘅一個嘅提問，就係咧我哋係咪經常性藉住祈禱咧，去同神去建立一個咁親密、咁真實嘅關係呢？呢個咧，我哋都可以問下自己，因為祈禱係我哋最容易、最簡單、最直接嘅方法，可以同神建立親密嘅關係。一個咧以基督為中心嘅生命，祈禱絕對唔係一個咧例行嘅宗教嘅一個儀式。而係咧，我哋好似呼吸咁樣。你話俾我聽啊，你可唔可以唔呼吸啊？唔可以啊！我哋3分鐘唔呼吸，我哋嘅腦細胞開始死亡。所以我哋唔可以唔呼吸。我哋嘅祈禱咧要做到係好似呼吸一樣咁自然嘅，係一個好自然嘅狀態，去同神傾偈，去同神交流。禱告咧，讓我哋能夠可以，我哋嘅生命可以同耶穌基督緊緊嘅去相連喺一齊，使到我哋咧嘅祈求唔再係出於咧我哋自我一種嘅私欲，而係為咗去成就神更好同埋更美更高嘅旨意。一個咧以耶穌基督為我哋中心嘅生命。第3個具體嘅表現，呢一個希望我哋大家都係彼此相愛。不過我相信我哋教會係嘅呢一個嘅彼此相愛。耶穌佢點樣去講啊？佢俾我哋一個吩咐嘅，我哋一齊讀約翰福音13章35節，我哋一齊讀：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嗱，呢一段嘅經文咧，佢話緊俾我哋聽，愛就係我哋基督徒一個好明顯嘅標記，一個咧被基督改變嘅生命，好自然會流露出咧捨己犧牲嘅愛。有一個咧關於一個男仔啊，一個小朋友，佢叫做小聰啊，佢嘅故事真係好生動咁樣去咧描繪咗呢一種佢嗰種嘅愛啊，佢同我頭先講咧嗰種犧牲嘅愛咧，係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小聰咧，佢係一個咧咩都會計較嘅人，好識得計較嘅。喺做任何嘅嘢之前咧，佢首先要同你傾一傾，咪住，你叫我做呢一樣嘢，有咩質素先？我有咩報酬啊？冇嘅話，我唔做㗎喎。要有啦，傾好晒咧，佢先做嘅。咁咧。有一晚咧，佢食完晚飯之後咧，佢咧就有一張清單啦，有一張帳單咧，就擺喺佢媽媽嘅枕頭底。知唔知張清單或者帳單寫乜嘢？聰明你哋應該估到嘅。佢係咁樣寫嘅。佢話咧，幫媽媽去送信2個半，聽話1蚊。
認真做功課，哇犀利啦，過半啊！仲有其他嘅事情呢，2蚊。好，數口好嘅幾多錢？幾多錢啊？8蚊，真係8蚊。係冇錯啦，加多咗少少嚇，可能佢咧再加多一項嘅時候就8蚊啦。咁啊7蚊，啊總數7蚊，然後咧將呢張嘅帳單咧擺喺媽媽嘅枕頭底。啊，到第二日朝頭早咧，知唔知發生咩事啊？俾翻張清單佢，我要你話咧，佢媽媽咧捉住佢嚟鬧係嘛？你個衰仔啊！你同我計係嘛？嗱，第二日朝頭早咧，佢就喺個餐台上面咧，你睇到一個包包，咁裏邊咧啱啱就袋咗7蚊。另外，聰明嘅你哋真係啱啦，隔離咧有另一張嘅帳單，嗰張帳單係佢媽咪俾佢嘅。媽咪點寫咧？知唔知媽咪點寫啊？洗衫煮飯係嘛？嗱，做阿媽就即刻馬上噏得出，哇！我幫你洗衫煮飯點計先？係咪咁講啊？黃太係嘛？佢係咁寫嘅：小聰欠媽媽的債，細心撫養你長大，免費。你患病發熱嘅時候，日夜照顧，免費。8年嚟，供你每日3餐兼安穩嘅家，免費。總計係幾多錢啊？唔使錢，冇錯。哇！當你係小聰啊，你睇完之後你會點啊？好慚愧啊，係咪啊？哇！我同阿媽聽話都要1蚊啊，但係阿媽係點啊？哇！面乾水濕，我冇同你計係咪啊？即係做湊仔，好似月明嗰就知啦，真係做湊仔，你估容易啊？湊大一個小朋友真係唔容易㗎，真係好多嘅挑戰同埋困難。但係媽媽冇同佢計，所以當小聰睇完之後呢，佢真係覺得好慚愧，真係好慚愧。佢慚愧到係喊住咁樣去將嗰7蚊俾翻媽媽，然後同媽媽講：媽媽，對唔住啊，我欠你㗎，我永遠都還唔清啊！你叫我小聰點樣還啊？點樣還翻去媽媽面乾水濕去湊大佢，幫佢換屎片尿片啊？點還啊？係咪？所以佢話我永遠都還唔清。其實呢一個故事呢，最觸動我哋心嘅係乜嘢呢？其實係話緊俾我哋聽，真愛從來唔係一個嘅交易，而係無條件嘅付出或者給予。媽媽嘅愛呢，好體現到呢耶穌基督嗰份長闊高深、唔計算代價嘅愛同埋恩典啊！呢一個正正就俾到我哋每一個人要學習嘅功課，就係我哋喺教會裏邊，喺我哋嘅生活當中，我哋係咪亦都咧經常好似小聰咁樣斤斤計較呢？我哋同人相處嘅裏邊係咪都同人斤斤計較嘅呢？我哋咧會唔會都同人去計？喂，我付出多過你喎，又或者咧係喂你得罪我喎，又或者咪住先，我幫你做呢樣嘢有冇報酬嘅先？或者有冇質數嘅先？你叫我幫手去派嘢係咪啊？有冇質素嘅先？喂，天氣好熱喎，今日30幾度喎，你要我出去拋頭露面，我好怕醜嘅喎，同埋咧好熱喎，你叫我出去做街保唔得嘅喎，你係咪同神咁樣去計呢？頭先嗰首歌其實好寶貴十架，耶穌就係咁樣咧為我哋犧牲，佢冇同我哋計啊！如果我哋要同神計嘅話，冇得計，就好似小聰一樣，冇得計。但係咧，我哋教會點解話啊？我哋教會真係咧可以呈現彼此相愛，就喺我哋同工裏邊，我哋同工係唔計較。牧師咧嚟咗1年多，佢最能夠睇到嘅係我哋同工咧，好多時候咧都唔會係朝9晚5就離開教會，肯定咧就係咧唔係唔知咩嘅時候離開教會。就我哋睇到同工一啲都唔計較，冇話喂我超咗時喎，我又咧做多咗喎。所以我哋嘅同工非常之好，佢哋唔計較，喺神裏邊佢唔計較。但係咧一個即係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嘅生命，係會學習咧基督嘅樣式，用犧牲同埋無條件嘅愛咧去接納、去扶持。呢個係我哋應該要學習嘅。
希望咧我哋都唔會再計較啦，而係咧用一種超越利益嘅嗰種嘅愛去彼此相待，讓到咧世人都能夠從我哋身上，好似呢個經文咁講，世人能夠從我哋身上可以咧好真實嘅去認出咗我哋係屬於主耶穌嘅門徒，我哋都能夠可以見證主耶穌嘅恩典同埋佢嘅榮美。一個咧以基督為中心嘅生命。第四個具體嘅表現係啲乜嘢呢？係生命嘅見證。耶穌佢喺約翰福音15章8節點樣講？我哋一齊讀：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嗱，呢一度咧果子唔單止係講到咧我哋咧生命嘅品格所結出嚟嘅果子，考考大家，我哋生命品格嘅9種嘅屬靈果子有啲咩呢？同我一齊，你識嘅同我一齊去背出嚟啊！好，預備：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非常之好，欣賞你哋嚇，好記得嚇。係咯，同時亦都包含咗咧係福音嘅果子，即係話咧透過我哋生命嘅見證，能夠去帶領人去認識耶穌基督。就好似咧哥羅西書1章6節，佢係點樣講㗎？我哋一齊讀啊！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也傳到普天下人，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神因為日子一樣。喺呢一度咧，我哋逐一去了解下佢係一節非常之好嘅經文。佢當中去講到，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係講到咧喺哥羅西教會咧已經聽到並且接受咗福音，即係咧耶穌基督嘅救恩啦，亦都傳到咧去普天之下，就係話咧表示嗰個嘅福音咧唔單止喺哥羅西，亦都喺世界各地咧傳開咗，顯示咧呢一個嘅福音咧係普世性同埋咧係廣傳中，並且咧佢係結果增長嘅，係講到咧呢個福音唔單止咧係被傳講啊，仲會喺人嘅心裏邊喺生命當中咧會產生果效嘅喎。有咩果效呢？就係佢會幫助我哋更有信心、更有愛心，生命會有改變嘅。並且咧越嚟越多人信主。佢話咧，如同喺你哋嘅中間，保羅去提醒我哋啊，我哋嘅生命就係福音嘅果子一個嘅例子。你哋嘅信仰啦同生命嘅改變，就證明咗呢個福音係好有力量㗎。而佢話咧，自從咧你哋聽見福音，真知道神恩惠嘅日子一樣，就係講到咧，當佢哋真正明白神嘅恩典，唔單止咧係唔係靠行為，而係咧要靠耶穌基督嘅救恩，佢哋嘅生命開始就會結果子，亦都會有成長。呢一節嘅經文咧，其實係表達緊呢個福音嘅果子會喺我哋嘅生活裏邊漸漸嘅會增長嘅。而哥羅西書呢一節嘅經文點解話佢好好呢？因為咧佢有3方面一個嘅屬靈嘅意義，同埋咧俾我哋有應用。第一方面係福音係活嘅，係有能力嘅。佢唔單止係一個知識，而係咧能夠去改變人心，使到人咧可以結出咧聖靈嘅果子一個嘅真理。第二，神嘅恩典咧係福音嘅核心，真正嘅信仰係從咧知道神嘅恩惠開始，而唔係靠我哋自己嘅努力。第三，神咧，我哋亦都係咧福音嘅見證人，就好似咧哥羅西人一樣。當我哋咧接受咗福音，我哋嘅生命亦都應該會結果，同埋會有增長嘅。而咧講到咧結果子做見證，有一個嘅美國嘅佈道家，唔知大家認唔認識佢？佢係 Tom Ellie 牧師，佢嘅經歷俾到我哋咧一個好深嘅一個嘅啟發。佢咧曾經喺世界各地咧去主領大型嘅佈道會，帶領咗成千上萬嘅人咧去歸信主。但係咧，佢卻係咧好坦白去承認咧一個好真實嘅掙扎。佢掙扎係啲咩咧？
牧師都有掙扎嘅咩？係啊，因為牧師都係人嚟嘅啫。呢個牧師有個掙扎，佢話我唔怕咧喺大型嘅佈道會上邊向成千上萬嘅人去講道，但係我卻係怕一樣嘢。怕咩咧？怕曱甴？梗係唔係啦。佢係好怕一對一嘅向人傳福音。唔知你驚唔驚啦？成千上萬嘅人佢都唔驚，但係一對一嘅傳福音咧，佢卻係驚喎。一直咧去到咧有一次佢喺印度咧佈道完之後咧，佢喺禱告當中好清楚去感受到神咧去責問佢啊。神點樣責問佢咧？神問佢：你可以喺印度傳福音，但係你卻係唔願意喺你自己教會嘅門口去傳福音。神咁樣問佢，咁樣一問之下咧，好震撼佢心啊！佢咧就喺度好深嘅去反思。佢意識到咧，神所睇重嘅並唔係咧嗰啲好大型嘅佈道會裏邊嘅成功啊，而係咧更加重要嘅係我哋日常生活裏邊係咪願意為主去做見證呢？於是咧呢一個嘅 Tom Ellie 嘅呢位牧師咧，佢發展出一個咧既簡單又好有呢一個嘅力量嘅一個嘅傳福音嘅工具。一分鐘嘅福音啊，1分鐘嘅見證。佢咧開始咧喺佢生活裏邊去實踐呢個1分鐘嘅見證啦。短短咧喺一個星期裏邊，佢咧就同11個人去分享福音，當中咧更加有3個人即時就願意去信耶穌啦。從此之後咧，佢就唔再咧只係喺咧做大型嘅佈道會嘅講員，更加係成為一個咧日常嘅見證者。並且咧，佢不斷嘅去教嗰啲嘅信徒咧，用呢一個嘅方法去傳揚福音。呢一個嘅牧師佢嘅故事、佢嘅經歷，都提醒住我哋啊，生命嘅見證唔係咧嗰啲少數特別嘅任務，而係咧我哋每一個相信耶穌嘅人每一日嘅生活。希望咧我哋都能夠可以效法主耶穌嘅榜樣，把握每一個嘅機會。喺我哋嘅所在嘅唔同嘅地方，我哋嘅工作嘅場所，我哋嘅所住嘅地方，我哋嘅鄰居嘅當中，可以成為咧福音嘅見證人。因為咧一個以基督為中心嘅生命，必定係一個咧會多結果子，去榮耀天父嘅生命。一個咧以基督為中心嘅生命，第5個具體嘅表現係啲咩呢？教導傳承。耶穌咧，佢喺升天之前咧，頒佈咗我哋一個嘅大使命嘅。喺馬太福音28章18至20節，你識背嘅你可以背，唔識嘅你睇住你讀，再唔識嘅你可以聽下。我哋一齊讀：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熟悉係咪啊？主耶穌嘅大使命。呢一段經文咧，好清楚嘅話俾我哋聽，神俾我哋嘅託付，唔單止係要帶領人去信耶穌，更加咧係要訓練人成為主耶穌嘅門徒。呢一個意味住啲咩呢？就係意味住咧，我哋要將基督嘅教導傳承落去，去幫助新嘅生命喺真理上面去扎根，喺生活上面去實踐。呢一個正正就係教會存在喺呢個世界上面佢嘅核心嘅目的同埋佢嘅使命。或者咧，有啲人會咁講啊，我一個人力量好有限嘅啫，我真係冇乜能力啊，點樣可以改變世界？我冇喎。喺我讀書嘅時候咧，唔知大家中意咧，即係喺讀書嘅時候中意咩科目咧？你中意數學，其他人咧？有啲係中意中文，有啲係中意英文啦，有啲係中意數學啦，或者係咧即係科學啊、化學啊等等啦。咁咧，我都係中意數學嘅，因為咧覺得咧數學容易攞分，即係嗰啲咧文科嘅嘢咧，點樣答咧？我記得咧有一年咧，
我考中史嘅時候呢，其實係攞滿分嘅，但係呢個滿分只係得96分。咁我問老師：喂，我冇錯喎，點解得96分嘅？佢話因為文科呢係好主觀嘅，所以呢滿分只有96分嘅啫。所以我中意數學咯，嚇一就一，二就二啊嘛，係咪？好中意數學科嘅。不如我哋又呢睇一條呢，即係既簡單又有震撼性嘅數學題啊！如果我哋採用呢1對1嘅門訓嘅一個門徒訓練呢個嘅模式嚇，即係話我哋每一個信耶穌嘅人，你帶住一個嘅信徒，每年專心呢，你只係帶住佢嘅啫，去培訓佢啦，成為一個新嘅門徒啦。亦都咧幫助佢能夠可以咧去成為咧培訓其他人嘅人啦。咁我哋咧即係每一年咧，其實咁樣嘅話咧，我哋嘅數學題就係倍增嘅喎。第一年當然啦，就以一個人開始係咪？第二年就2個人啦，第3年幾多個？4個。咁醒目嘅，我以為3個咁樣，係冇錯，4個。跟住咧，若干年第34年嘅時候，你估有幾多人？2000。倍增喎，倍增喎，好驚人㗎呢個數字。34年之後，將會係超過85億人啊，唔係千係億人啊，足以咧覆蓋咧而家現時全世界人口，知唔知有幾多啊？82億幾，所以係咧超越咗咧全球嘅人口。呢一個嘅模式咧，起初嗰幾年咧，可能咧你見到第1、2年啦，甚至第3年咧，哇，得4個，好似咧佢嗰個嘅增長嘅速度咧，好似係比較慢啲。但係咧，只要我哋咧堅持落去嘅話咧，佢嗰個嘅影響力咧係咧即係幾何級數嗰種嘅增長。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理論，而係呢一個嘅啟示啊！完成大使命嘅關鍵，唔係在於咧少數嘅人咧，哇！我哋搞多幾次大型嘅佈道會啊！好似尋日喺上宣咧有一個嘅佈道會，我當中我都覺得幾感動喎，多人到咧佢要開埋上層啦，逼到咧本來一行咧坐8個人，佢都話逼啲坐9個都坐埋佢啦咁樣。尋日都有583人去參加呢個佈道會，算唔算多人呢？喺我心目中，我覺得算多。但係咧，神咧所睇重嘅唔係呢一啲大型嘅佈道會喺當中咧有幾多人參與，反而咧係我哋能夠可以咧係忠心地以一個生命影響生命嗰種嘅傳承，先係神咧所重視。希望咧我哋咧唔單止係聽道嘅觀眾，更加係回應大使命嘅一個門徒，讓我哋咧每一日都放低自我，去嗰個咧以基督為中心嘅一個生活，喺行道當中去扎根，喺禱告裏邊我哋去連結，喺相愛裏邊我哋去見證，喺見證當中我哋去結果子，並且咧去教導以至能夠完成嗰個嘅傳承。當我哋咁樣去活着嘅時候咧，我哋嘅生命就會變得豐盛而係有意義，並且我哋能夠可以親眼去見到神國度嘅福音點樣透過我哋每一個忠心嘅腳步，能夠可以傳遍天下。讓我哋同心禱告。愛我哋阿爸天父，我哋實在去感謝你，多謝你藉住你嘅話語，讓我哋能夠知道，我哋蒙召唔單止係領人去歸主，更加要培育佢哋，教訓佢哋，教導佢哋，成為你嘅門徒。主耶穌，你又提醒我哋，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我哋就係要咧每一日去選擇唔再以自我為中心，而係咧讓基督你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去居首位。求主幫助我哋能夠學習每一日放低自我，過一個以基督為中心嘅生活。喺行道裏邊去扎根於你，喺禱告當中我哋連結於你，喺我哋嘅相愛裏邊為你做見證。喺見證裏邊，我哋唔單止去結出我哋屬靈品格嘅果子，更加咧要結出嘅係福音嘅果子。凡係你所吩咐我哋嘅，都去教訓佢哋去遵守，讓我哋咧喺教導嘅裏邊去完成神你俾我哋傳承呢個嘅責任，使我哋嘅生命因此而能夠變得豐盛而有意義。多謝你，
好多謝你俾我哋寶貴嘅教導，多謝你垂聽我哋同心嘅禱告，奉耶穌你嘅名字祈求，誠心所願。我哋不單自己成為主中心嘅門徒，亦都咧幫助下一代，同樣咧去延續我哋嘅使命。我哋一齊起身啦，我一齊唱一首詩歌《薪火永存》。望世塵，我已跟主走上再窄路，眾信徒相互勉並肩同步，堅守方向至高，憑信念不怕跌倒，同征父神完美創造，全宇宙恩滿鋪。看信徒無懼逼迫，忠信歷世代，盼我們也可奔走天路。如果得失福氣困災，能發現父神期待，承繼信念延往萬年，同將終讚走開。願當基督精兵常行在窄路，煥發接棒信中繼續同步，從而薪火永存，心之總不老，成為真實門徒之信服神好，令每一世代同心將福音宣佈。我們有一天都要永別世上，而後世仍靠主恩學他模樣，上帝國度繼續擴張，人人因光得到永享，同發現父神救贖，完美妙法顯彰。願當基督精兵常行在窄路，煥發接棒信中繼續同步，從而薪火永存，心之總不老，成為真實門徒之信服神好。願當基督精兵常行在窄路，煥發接棒信中繼續同步，從而薪火永存，心之總不老，成為真實門徒之信服神好，令每一世代同心讚頌神恩歌，崇恩滔滔。各位請坐。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10月呢，我哋水浸信會能夠成為一間咧薪火永存嘅教會。今日呢，其實姑娘呢，佢一路講道嘅時候，講傳承。傳承唔係咧，淨係講緊呢，我哋點樣去傳福音。傳承係講緊呢，我哋點樣去傳一個以基督為中心嘅生命。希望呢，我哋呢一度我哋係傳承一個以基督為中心嘅生命。願意咧，我哋喺呢一個立會45週年嘅裏面呢，我哋一齊我哋都去感恩，一齊我哋去傳承，好嘛？咁啊呢一個時間呢，我都想問下呢，我哋今日呢在座裏面呢，會唔會有新朋友喺我哋當中啊？
如果有，可唔可以都舉一舉手咧，俾我哋認識下你，知道下你？有一位係啦，歡迎你。咁啊，希望咧上海浸信會能夠成為你屬靈嘅家。冇錯，我哋今日咧即係好似除咗新朋友之外咧，亦都好似咧有啲屋企人嚟咗啊，係咪啊？係啊，好似我哋見到好似有 Alan 嘅仔仔，好似都嚟咗我哋中間咯，係嘛？我見到 Alan 個仔，哇，原來咁高大。係啦，咁啊，唔知佢喺咪呢一度啦？喺後面係嘛？咁啊，陣間我哋見到佢嘅時候咧，都同佢打聲招呼啊！咁啊，希望咧我哋教會裏面咧係一間咧即係充滿愛嘅教會。咁喺呢個時間咧有少家裏面嘅事情咧，同大家去分享嘅。冇錯，我哋今日咧我哋晏晝，我哋2點半鐘咧我哋有街步啊，係嘛？係啊，頭先阿吳姑娘咧都同我哋講啊，冇錯，我哋要成為一間咧即係可以同咧周邊唔同嘅人咧去傳福音嘅教會啊。咁冇錯，我哋希望咧，我哋今日我哋完咗崇拜之後，食完飯之後咧，我哋一齊參加街步啊，好嘛？咁啊我哋能夠咧可以祝福咧我哋嘅鄰舍啊。咁我哋會2點半鐘咧喺我哋禮堂裏面咧去集合。咁啊，如果你想報名或者咧對街步有任何查詢嘅，你都可以聯絡咧吳姑娘。好，咁啊跟住咧11月2號，大家又 mark 低呢個日子喎，係咪啊？咁啊呢個日子咧就係我哋教會嘅大日子，就係我哋立會45週年咧嘅感恩崇拜。咁大家記得咧呢一次嘅崇拜咧係一個合堂崇拜，所以一堂嘅啫。咁啊我哋係10點半鐘咧至到晏晝嘅12點半。咁啊而我哋崇拜完咗之後咧，我哋都會有一個茶點啦，會一齊咧會傾偈啦，同埋咧我哋一班嘅弟兄姊妹咧都預備咗好多嘅服侍咧，能夠可以咧展現俾大家睇到嘅。咁啊，希望大家能夠預留時間，或者你咧知道有一啲弟兄姊妹可能好耐冇翻嚟水浸嘅，我哋都趁呢個機會咧邀請佢，讓我哋能夠一齊咧我哋去感恩啊！好，咁啊跟住咧立會崇拜接住嗰個禮拜咧11月8號，咁我哋會有一個音樂會，咁我哋邀請咗咧 ACM 嚟到我哋教會裏面咧有一個咧音樂嘅培靈會，咁啊特別咧為到我哋弟兄姊妹咧而設嘅。咁啊如果你話我都認識咗咧有好多嘅弟兄姊妹，你都邀請佢嚟參加，咁啊希望咧我哋都能夠一齊喺呢個音樂會當中，我哋一齊咧我哋去復興我哋嘅生命。好，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關大家事嘅。大家有冇頭先咧留意到華哥上嚟嘅時候咧着住嗰件好靚嘅風褸啊？係咪啊？冇錯，呢件風褸咧已經嚟咗教會啦，已經嚟咗教會。咁啊，我哋都喺呢一個禮拜咧嗰個嘅小組時間啦，同埋陣間崇拜完咗之後咧，我哋都會派發咁樣嘅。咁啊頭先咧我哋同工咧都同我講，喂，記得咧要講呢個立會紀念咧嘅環保餐具係咪啊？我哋有4隻顏色嘅。咁啊，同埋咧，你買咗個餐具之後，咁啊，你可以喺11月2號嗰個叫咩茶點嘅時間咧，你可以用上呢一啲嘅餐具，或者你可以喺小組裏面咧用都可以咁樣。咁亦都係特別咧印製咗我哋教會嘅名啊，同埋都有金句啊，係我哋今年咧嘅主題金句。咁啊，好平嘅啫，20蚊一套。咁而另外咧就係，不如阿華哥都企起身俾我哋睇下件風褸好嘛？好啦，嗱呢件風褸咧，咁你都見到有徽章喎，係嘛？有我哋立會咧45週年嘅徽章啊，咁啊同埋仲有個英文係咪啊？仲有英文 God is love 係咪啊？咁啊冇錯，佢有好多唔同嘅徽章咁樣嘅。咁呢啲徽章咧，咁啊適合你唔同嘅場合貼上去嘅。咁所以陣間崇拜完之後，咁啊後面咧我哋都有呢一啲有我哋唔同嘅弟兄姊妹咧同大家去介紹。咁啊大家記住，即係密切留意，同埋咧叫咩從速訂購係嘛？呢個係欲購從速係。好，跟住咧亦都係啦，為到培訓學校有一啲嘅宣傳啦。我哋會喺11月份咧，我哋邀請咗伯特利神學院黃天上博士嚟到我哋教會裏面咧去教舊約嘅聖經。咁啊，會喺11月8號至到29號，逢禮拜六總共4堂。咁啊，而咧浸信會神學嘅信徒神學教育部咧，亦都會
嚟到我哋教會裏面咧，會開展一個咧叫親子同埋婚姻之道嘅課程。會喺11月份咧有2堂嘅，就係13號同埋咧就係12月11號，係星期四嘅上晝10點半至到晏晝12點9。咁希望咧我哋弟兄姊妹都能夠把握住呢個機會，能夠可以喺聖經嘅課程，或者咧可以喺呢一啲家庭使命嘅課程裏面咧，我哋能夠一齊咧去接受呢一啲嘅裝備。咁有關嘅查詢，你可以聯絡吳姑娘，唔係聯絡林姑娘，或者聯絡咧阿 Ken 幹事。好，咁而下個禮拜日亦都係一個我哋嘅例會啦。咁邀請我哋嘅會友能夠預留時間出席，讓我一齊咧去關心神家裏面嘅事情。好，咁我哋都有一個即係祈禱嘅時間。咁今日林姑娘咧亦都去咗另外一間教會裏面咧去證道。咁我哋都為佢祈禱，希望個信息咧都能夠成為咧我哋友好教會弟兄姊妹咧生命嘅幫助。我一齊起立。親恩主，我哋嚟到你面前，求主你幫助我哋。冇錯，我哋教會我哋需要傳承。但我哋傳承咧，唔係淨係咧傳承我哋點樣去講福音，係傳承一個以基督為中心嘅生命。所以求主你幫助我哋，所以讓我哋能夠我哋懂得喺呢個裏面，我哋能夠省察，我哋能夠去謙卑，我哋能夠去跪低，因為呢一個跪低嘅祈禱，亦都代表就係我哋願意降服喺主你自己嘅跟前，以至到我哋唔係按我哋自己嘅意思。我係按上帝嘅意思，能夠去建立生命。因為我哋見到我哋教會裏面有好多個新生代，佢哋都係睇住我哋點樣去經歷神，睇住我哋點樣去倚靠神，所以我哋一言一行都會影響佢哋。所以求主你幫助我哋，就讓我哋能夠常常我哋有呢一份嘅警醒，就讓我哋能夠使命傳承，讓我哋一代比一代更加優越，一代一代能夠更加去敬虔，能夠讓主你嘅真光能夠喺我哋教會裏面彰顯，以至到呢一個嘅使命能夠可以延展喺我哋嘅社區嘅裏面。求主亦都親自咧去幫助引領我哋每一個，因為我哋知道我哋陣間我哋都會有街步嘅時間，就讓我哋能夠一齊我哋將主你嘅愛能夠去分享，能夠去延展。而且我哋都為到咧我哋嘅社區，我哋真係獻上呢一個祈禱，因為都知道而家呢一段時間，亦都係正正就係流感肆虐嘅時間。我哋見到有好多人病倒，有好多人有需要，甚至乎呢一個流感都見到有好多人係因為咁樣而喪失生命。所以求主你幫助我哋，就讓喺呢一個有需要嘅時間，我哋能夠可以關心多啲我哋身邊嘅人，關心多啲一啲未信嘅人。讓佢能夠可以喺上帝嘅愛裏面去經歷呢一個豐盛嘅生命，亦都咧幫助阿林姑娘，因為咧佢今日都去到其他教會裏面去證道，願意佢嘅信息都能夠成為教會弟兄姊妹們生命嘅幫助。求主你都親自咧去紀念帶領我哋同心嘅祈禱係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得聖靈之而靠，誠心所願，我一齊用信心領受從主而嚟嘅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引領、加力，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誠心所願。好，各位弟兄姊妹請坐，讓我哋殿樂嘅時間，我哋都一齊咧，我哋去默禱。好，各位弟兄姊妹，崇拜嚟到呢一度，下個禮拜嘅崇拜呢，我哋邀請咗觀潮浸信會呢嘅黎偉恒牧師呢嚟到正道，讓我一齊呢，我哋都準時呢返到嚟教會裏面一齊同心去敬拜。如果弟兄姊妹你有需要代禱嘅，都歡迎你舉一舉手，讓我哋用禱告我哋去守望你。願主親自賜福俾大家。